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咱的基隆港外海海底电缆，传出讲去有一只挂牌中国货船拖登去，今仔随搁出现一只伫咧石门外海咧洗。专家是表示讲，中国这种手段可能是要试咱资讯封锁应变的能力。好，咱的政府若发现异常，就应该强势执法，就近来查检。到底怎么样？是完全没有动力，还是有动力？那还有船上的那个，他们现在是否有安全疑虑？初五暗时10点外，这只蒙古籍货轮保顺和海巡发现离岸伤近，好亲像有航行安全的顾虑，所以派出100吨级的巡防艇去查处。之后想说看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，启动起来之后，我就会起锚离开。发现蒙古籍保顺货轮于草里东北2.6海里。距岸过境，立即通报基隆港信号台。经过海巡人员甲蒙古籍货轮无线电通联，确认是主机故障路电维修。伫初六透早起定，持续向东北方向离开。按国根据军事专业记录到的航迹图，蒙古籍货轮伫石门外海航行一阵仔，捌近花将近400公尺。同款伫电缆区域，互人联想到初三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受损事件。这只货轮虽然挂克麦隆国旗，按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这只船属香港注册公司，登记主管是中国公民。当时航迹图认为电缆受损不是单纯的事故。目前这只货轮已经航向釜山，海巡署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请求韩国当局协助调查。近年来，中国商船也是渔船，定定参与强军伫台海周边常态性军演。专家是烦恼伫无明确区域行动，恐惊是伫测试对台湾的资讯封锁。它当然目标就是海底电缆，一个已经实际采取行动切断我们的电缆，第二个就是蒙古的货轮在那个地方游走，那有可能是在测试，或者是知道那个电缆的实际位置，那可能下一次就是直接切断那个电缆，也是一种演练啊。那就是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。根据2023年修订的电信管理法，对于偷窃、毁坏也是危害连接的缆线顶行为，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按过立委呼吁，除了法律的执行，海巡署甲海委会即时应变能力更加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